现在特算盘好好来算一下，像讲台湾饲宝贝动物的人愈来愈多，一寡狗仔、猫仔若是发生意外或者是破病时无健保，医疗开销嘛真大条。即马宝贝动物的保险就愈来愈实行，不离个专家提醒大家，讲要替宝贝动物保险进前，就要先看护清认护明，嘛要注意到宝贝动物的身体，假使若是较活跳、较孤僻的狗仔，会当替因保侵权责任险；若是体质较烂的，会当保平安险。另外嘛要特别注意。讲狗仔敢有即个家己负担的即个金额条款，安尼才袂因为安尼减轻负担。医生利用胃管帮助拄动手术的狗仔会当好好食物件。已经12岁红贵宾宝宝因为互骨头夹着险无命，为着把伊的命救回来，主人干那动手术就开买58000块。因为无健保，所以宝贝动物医疗的开销足上重的。愈来愈侪主人开始为宝贝动物买保险。这款的保险主要分作2大类，包括门诊、手术这医疗开销，甲宝贝动物侵权的责任。狗狗去咬到无辜的第三者。那可能有100万的额度，或者是200万的这个额度，类似我们车子的第三人责任险。比较市面的宝贝动物险，面台保险的方案，所谓医疗开销加咧上济赔20万，不过补贴有限制几届，保费1年4798块，调风保险各种的医疗加上济赔10万块，门诊无限制人几届，保费1年超4100，华南产险针对动物医疗的开销加咧上济赔15万，唔免开着家己的钱，按照无共的宝贝动物，保费上俗的是3205块。不过专家提醒，要替宝贝动物买保险，要特别注意，唔有年岁限制，8岁到10岁以上未当保。会甲人讲价，也是有病史，嘛会做保险的评估。另外，嘛要注意有家己出钱的条款，佮有无保证会当一直保落。可能有诈领保险金的情形。宠物保险目前大概是没有保证续保的，所以说你第2年呢，还要再洽询保险公司，他愿不愿意承保。主人想要买保险进前，建议先注意宝贝动物的情况，选一个上适合的保险。那真是拄到什么意外，负担才袂遮尔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